揾到你啊！喂，你好。喂，你好，呢度係公司打電話嚟嘅。唔好意思，咁因為呢度係香港打電話嚟嘅，咁所以我都有華語啊。OK。咁然之後咧，因為而家我哋有做緊一個 promotion， 係有喺機上邊嘅按摩師。咁你想唔想試下？即係呢個係一個免費嘅，係特別俾我哋嘅一啲比較 exclusive 嘅 passenger 嘅。哦，好啊，好啊。等一下，我揾一揾個按摩師同你講下你啊 ，hold 住一下。好，謝謝。สวัสดีค่ะ Hi, my name is Pong Pong Chai. Pong Pong Chai. Hi, Miss. What kind of Yes. massage you like? Massage. Yeah, we got head massage, shoulder massage, and hand massage. Let me try shoulder massage. Shoulder massage. Okay. For the power, you like very light or very hard? I think a bit hard. Okay. Miss, you hold on for a while. Miss, hold on. OK。係Minchen 小姐係嘛？不好意思，你剛剛說的是讓我 try 的是那個 massage 對嗎？啊，係啊，嗰個係一個免費嘅按摩。係啊，因為而家咧，我哋諗住真係提升我哋啲航班嘅 service 咧，咁就我揾咗一個泰國按摩師傅喺個飛機上面幫啲乘客按摩嘅。係，好。即係個食物方面，你係想揀啲乜嘢食物嘅咧？有宮保兔肉啦，有薑葱鵝肉啦，同埋紅燒鹿肉。那就魚肉好了。魚吓，得冇問題。即係你唔食兔仔肉嘅。什麼來的？那個是豬嗎？不是，兔仔肉啊，那個兔仔肉。兔仔肉是那個兔肉啊。沒有關係，那個我沒有吃。鵝肉咧？鵝肉是什麼？鵝肉是呀，係啊。沒關係，我沒有吃鵝肉。鹿肉你都唔食嘅？鹿肉嗎？係啊。鹿肉也沒有吃啊，不好意思。OK， 得冇問題。OK， 咁果汁方面啊，配嘅飲料我哋果汁有幾種選擇嘅，你愛聽下冇？好啊。好，咁第一種我哋有橙汁 with Nutella 啦，第二種咧就係Apple with soya sauce， 係第三種咧係Guava with curry sauce。哇哦！係第四種咧就係 Pineapple with tomato sauce。哇哦！那就第三個 curry 的那個 Guava with OK 好。curry 的 Guava with curry juice 係嘛？對。得，好，冇問題。咁你聽歌方面咧，你要唔要我哋特別準備一個耳機俾你啊？耳機我自己有，所以沒有關係。咁你聽嘅歌方面咧，你都有準備咗嘅？沒有，那個我就沒有準備。不如我哋最近咧，即係有強打一個比較特別馬來西亞嘅一個女歌手，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佢叫做 Minchen 嘅喎。佢最近有一首歌咧叫做《不爭油》嘅，同埋好紅。呢度係 One FM 揾到你。怎麼這樣？朱玲姐，怎麼這樣？你好，我是 One FM Morning Kaki 的阿威。很笨欸，很可愛啊你。你們很壞，怎麼這樣對我？你怎麼可以這麼可愛啊？哎呀，我的心都融掉了。那有什麼話要跟馬來西亞 One FM 的聽眾說嗎？Oh my God！大家好，我是林明珍，然後謝謝 One FM 這麼用心的整我。那我就期待我下一次回去的時候有那個背後的 massage，OK？OK， 那個是我阿 Win 自己私人會給你的。謝謝你們啦。真笑啊！下一個輪到你，One FM 揾到你，首播每朝早8點鐘，One FM 最 hit。